天气遮尔热嘛，爱洗热热伤害。就医生警告讲，天气热，心脏的负担就会较大。有高血压、高血糖、高血脂的民众，拢爱注意。伫云林大溪，就有一个90多岁阿公透中度伫田里做事，倒伫田里，加在互警察发现，有救回来。阿伯，叫救护车，快点，叫救护车！警察发现有人热甲昏落去，倒伫个树仔骹，赶紧通报119。这个意外发生伫云林县大溪乡，一个90多岁老人，亲情甲厝内底人讲要去田里掘草，无想到安尼失去联络。阿小报警找人了后，16中昼12点外，终于找到这个老人，赶紧送病院，才救回一条命。发现老翁虚弱瘫软在大树底下，背起老翁跨过杂草堆、水沟、低矮泥土墙。送上救护车，成功救援。最近天气连续出现高温，医师警告，老大人是热天发生心肌梗塞的高危险群，因为气温升高造成体表肺更扩张，使你心脏的负担增加，加上热天流汗，身体水分会打气，会会变甲可夹。若是对高温的户外，随入去冷气房，温差变化大，就可能引发心血管的疾病。一个温差的变化，让突然变冷，你的体表血管从扩张的状态突然收缩。而造成血压上升、心跳变快，而产生心脑血管的意外事件发生，像心肌梗塞、脑中风都可能因为这样而形成。未来1周的话，其实温度变化没有太大，那这是上各地大部分地区大概是在32到36之间哦。根据医学部上新的新统计，心脏疾病是民众第2号失手，平均每22分钟就有一人因为心脏疾病死亡。而且心肌梗塞唔那只有天气寒才发作，医师提醒民众尽量避免早起10点到下晡2点出去活动，爱适当来补充水分。若出现胸坎窒窒、胸坎痛、心跳加速、喘气的喘这情形，就要赶紧叫医生看。记者综合报道。